茫茫大漠，萬里黃沙，一份古老嘅羊皮地圖，竟然係死亡之神阿努比斯嘅詛咒。秦哥同老劉頭一行人遠赴千里之外嘅埃及，為咗尋找幾千年前嘅法老古墓，經重重難關。埋藏喺千年黃沙之下嘅究竟係啲咩嘢？ Show FM 網絡電台首發《茅山後裔》第二季上半部《沙漠迷城》，原著大力金剛獎，編譯校對傑佬，播講RM。話說一日，老劉頭食飽飲夠之後，正瞓喺度聽緊大戲，突然間門鈴響咗，陳嬸啱啱唔喺屋企，老劉頭唯有自己去開門啦。佢顯得好唔耐煩。哎呀，邊鬼個啊？外邊有把聲傳過嚟，我啊。門外把聲好耳熟，第一時之間諗起邊個？係你邊鬼個啊？佢行過去打開門一睇，成個人嘔晒。只見門外有一位身穿白色中山裝，頭髮又白又短，即刻一個令人頭痛嘅人就浮現喺眼前。冇錯，就係秦哥。後邊跟住一男一女，好後生下嘅，但未見過。砰一聲，老劉頭即刻關門。你揾錯人啦！走走走走走！食咗閉門羹，秦哥身後兩個後生一面無奈。唯獨秦哥面上露出咗一啲詭異嘅微笑，慢慢咁將一張相從門下邊塞咗入去，然後睇住隻錶，跟住就數手指啦，5、4、3、2。當秦哥讀到1嘅時候，道門開，見到老劉頭戴住老花鏡睇緊張相。秦爺俗話講啦，無事不登三寶殿嘅，你唔係過嚟睇下我死得未啩？你想做咩？直接講啊！老劉頭手入邊嘅相係一個漢武帝劉徹御用嘅玉製酒瓶，如果係真品嘅話，應該同呢個全國玉璽一樣，都係無價之寶。秦哥面帶微笑，微微咁鞠個躬。劉生，你冇理由要我哋喺屋企門口等，唔俾我哋入去啩？我揾咗2日先揾到你屋企，冇計啦。老劉頭將3個人請入屋度坐低。哎呀，都唔知係咪前世爭咗你咯，秦爺。唉，秦哥聽到就笑一笑。哼，呢位係阿信孫啟林先生嘅私人保鏢。跟住秦哥指住另外嗰個女，呢位係劉丹，考古專家。老劉頭咁應咗2聲，跟住擦眉擦眼咁睇咗兩個後生仔幾眼，見到呢個所謂嘅私人保鏢。睇佢抬頭挺胸嗰啲氣質，應該係練過2下。行起路上嚟有板有眼，8成係當兵出身。呢個所謂嘅考古專家，着到成個電影明星咁，都唔知秦哥帶佢嚟又有咩居心。秦哥話：係咁嘅，我希望你可以幫我一個忙。秦哥就係咁嘅性格，開門見山，絕對唔轉彎。老劉頭揸住張相，一面係奸笑。秦爺，咁事成之後呢件寶貝，你明噶啦。秦哥話：就算辦唔成件事，只要你肯幫手，呢個送俾你，但我相信你一定搞得掂嘅。秦哥一開口就搞到老劉頭冇得 say no。老劉頭睇一睇呢張相，喂，秦爺，有冇咁着數啊？唔通呢件流嘢嚟嘅？嗱，事先聲明好似上次嗰單嘢咁我情願唔去啦。秦哥話啦，呢件寶貝係孫先生嘅鎮宅之寶，經過放射性元素嘅半衰期鑑定係真品嚟，而且我保證呢次唔會再有危險，我保證。之後秦哥從包度攞咗一張人體胸部嘅 X 光片。劉生，你知唔知呢張係咩嚟？老劉頭話：
你當我傻嘅咩？呢張咪 X 光咯。我同你講啊，我唔識咩西醫，揾我睇病，你真係揾錯人啦。老劉頭表面扮到漠不關心咁，但係睇住玉萍張相嘅時候，老劉頭嘅眼度仲係露出咗一絲難以掩蓋嘅貪婪。秦哥指一指片心臟部分嘅地方，秦生，你睇下呢度，依舊並唔係異物，而係一嚿腫塊。老劉頭舉起 X 光片，響 X 光片上邊心臟嘅部位有一塊暗暗嘅陰影，只有逆光先可以睇得到。老劉頭話：哦，就係呢嚿嘢，腫瘤啊！唔會係秦生你係嘛？咁醫生有冇講你仲有幾耐命？秦哥冇理老劉頭嗰啲無聊嘅問題。你錯啦，劉生，我認為呢個係一種詛咒。向一邊坐嘅劉丹突然間開口啦：呢位老前輩，我都唔瞞你啦。X 光片上面呢個人係孫啟林先生嘅仔，亦都係我朋友。之前佢話要埃及考古，但係後嚟俾人發現暈喺開羅嘅街頭，而家我哋都唔知道佢去咗邊度。老劉頭啊，皺晒眉頭。詛咒啊！埃及嘅詛咒，尤其係法老詛咒，呢啲嘢自己聽講過，係西方傳到神乎其神，但一直以為係以訛傳訛啫。老劉頭問：你確定佢唔係真係有病咩？秦哥話：佢嘅脈搏同心跳都好正常，但喺美國最好嘅醫院，醫生都冇辦法令佢醒。秦哥若有所思，點一點個煙頭。而且最離奇嘅係，就係孫少爺出事之後嘅第5日，一艘渡船從尼羅河打撈具屍體出嚟，通過身上嘅護照，確定嗰個死者就係孫少爺一齊出發去埃及嘅好友嘅屍體。經過屍檢，發現嗰個人嘅心臟位置都有一塊咁嘅腫塊，而且呢個人並唔係死於浸死。老劉頭話：咁莫非係俾人謀殺啦噃？老劉頭覺得有啲奇怪，呢件事同2年前遇到嘅降頭術有啲類似，不過聽起身更加奇怪。秦哥話：法醫都唔可以肯定佢嘅死因，但係法醫話死者嘅腦漿已經變成咗橙黃色，而且係好似橙汁咁稀嘅。聽到呢度，老劉頭一抬頭，正好睇到窗邊放住嘅半支橙汁汽水，即刻有一陣惡心想嘔嘅感覺。劉丹呢個時候接住秦哥嘅話繼續講落去：唔止咁啊，呢次同行嘅仲有3個人都一齊失蹤咗，埃及警方懷疑佢哋已經死咗啦，但係到現時為止仲未揾到屍體。特別係其中一個英國人，曾經喺大英博物館度係首席顧問嚟噶。佢嘅失蹤啊，響英國嘅學術界都引起好大嘅震動。我哋呢次拜訪劉前輩，主要係想請你去救下孫少爺。如果真係詛咒嘅話，孫少爺嘅症狀顯然比佢朋友輕鬆好多。經過腦部嘅 CT 檢查，佢嘅大腦啊並冇異樣嘅，身體對外界刺激係有反應，有腦電波，講明佢仲係意識嘅，只不過係深度昏睡。但係令醫生束手無策嘅係，佢嘅腦電波一日比一日衰減。醫生估計呢，如果咁樣發展落去，最多3-5個月，即使可以保住條命，都變成腦死亡嘅。老劉頭聽完劉丹講嘅嘢，再望咗下劉丹，睇嚟呢個後生女打扮到成個花瓶咁，但係講起話上嚟啊，十足學術氣派，有板有眼，一絲不苟，似係個辦正經事嘅人。老劉頭伸一個手指講：埃及我唔去啦，有言在先啊！呢個係第一個條件，仲有一個詛咒嗰啲嘢我冇掂過，只能過去睇下。唔得嘅話我唔理啦。但係呢件嘢咧，我老劉頭將手指一指嗰張玉萍嘅相，揈咗幾下，睇見老劉頭應承，秦哥放心一啲。冇問題啊，劉生，孫老俾你嘅邀請函我哋已經帶咗過嚟，希望聽日你去辦一張護照。大使館嘅朋友我哋已經打好招呼，可以直接去辦理簽證。我希望你可以後日做好一切準備。老劉頭話：你使唔使咁急啊？
我起碼同國忠打個招呼，順便問下佢去唔去啊嘛。提到張國忠，老頭突然間記起，係啦，秦爺，呢件事你點解唔揾國忠，直接揾我咧？秦哥滿面微笑咁話：你覺得張掌教會對嗰張相上面嘅嘢感興趣咩？老劉頭心裏邊鬧句：又俾條老狐狸呃咗啦。第二日一早，天蒙蒙光，老劉頭騎咗單車去咗張國忠屋企，結果令佢大失所望。原來張國忠同張毅成咗位公安局嘅人，前兩日去咗山東，而且係帶埋短劍走，但究竟係做咩就唔知道，咩時候翻嚟都唔知。總之係一問三不知。老劉頭心裏邊暗鬧：條死仔有毛有翼啦，去邊度都唔打個招呼啊！咁老劉頭唯有一陣鬱悶咁踩住車翻屋企。啱啱去到屋企，就見到琴日嗰個私人保鏢艾爾遜坐喺一架小轎車裏邊，兩眼警惕咁望一望周圍，發現老劉頭翻嚟，即刻一本正經行落車。阿劉生，秦生安排咗我開車。唔好意思，呢個艾爾遜係鬼佬嚟嘅，鬼佬要講英文。劉生，秦生安排咗我開車送你去辦出國手續，但希望我哋聽日呢個時候可以上到飛機。講完就做咗個請嘅姿勢。老劉頭將自行車一放，睇都唔睇個小轎車。你吹水咩？我歲數係唔識嘢，辦個證都要1個禮拜啦。聽日走啊發夢啊！不過事實證明咗，老劉頭仲係低估咗秦哥嘅辦事能力。響艾爾遜安排之下，雖然唔可以喺第二日就開始出發，但係4個人就喺第3日晚上登上咗飛往華盛頓嘅航班。到咗華盛頓，4個人馬不停蹄，又上咗一架好細嘅飛機。呢架飛機仔睇嚟似嗰個孫啟林嘅私人飛機，機艙裏邊呢好似高級賓館咁豪華。呢個時候，老劉頭對呢個孫啟林嘅實力都大概有啲了解，似乎佢嘅身家唔響料測之下。老劉頭話啦：秦爺，孫家唔係住喺華盛頓嘅咩？我哋而家飛去邊啊？秦哥應佢：羅切斯特機場啊。秦哥一路講一路不停咁睇住錶，孫生應該到咗啦。熱愛生活，熱愛廣播，無時無刻 ShowFM.net。你而家收聽緊嘅係 ShowFM 網絡電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胡芳芳。要快樂，要創造奮鬥，要抹掉苦惱，多得我哋做最好，被當寶。我要做，我會做得到，有態度，會鍛鍊吸收，幾多勝利未碰到，定碰到。一個為咗生計終日奔波嘅報社小編輯，一個係唔做嘢而四處旅行嘅怪人，膽識過人嘅佢哋，穿行於古老嘅鄉村同埋喧鬧嘅都市之間，編織住好似預言一樣嘅精妙嘅詭異世界。ShowFM 網絡電台首發異聞錄，每晚一個離奇故事，就等我哋一齊去領略一件件寒入骨髓同埋暖人心窩嘅異事奇聞。茫茫大漠，萬里黃沙，一份古老嘅羊皮地圖，竟然係死亡之神阿努比斯嘅詛咒。秦哥同老劉頭一行人遠赴千里之外嘅埃及，為咗尋找幾千年前嘅法老古墓，
經重重難關，埋藏響千年黃沙之下嘅究竟係啲咩嘢？Show FM 網絡電台首發《茅山後裔》第二季上半部《沙漠迷城》，就等我哋一齊展開一場撲朔迷離嘅探險之旅。明尼蘇達州嘅羅切斯特市梅約醫療中心，喺一間重症監護室之外，老劉頭見到咗喺度等咗好耐嘅孫啟林，一位白髮老者手持拐杖，好艱難咁企起身迎接。旁邊兩個戴住黑超嘅男人即刻上去扶住佢。你就係劉生係咪啊？老劉頭啊，阿頭，正是在下。你就係孫啟林孫前輩啦，係嘛？佢都不敢怠慢啊，抱拳回禮。孫啟林話：希望你可以救下我個仔啦。孫啟林嘅眉宇之間透露住一絲絕望同埋憔悴，已經眯成一條線嘅雙眼，差啲流晒眼淚。老劉頭話：我一定盡力嘅。孫生，你唔好激動住吓。我依家入去睇睇情況先。講完，老劉頭推入房門。呢個時候，孫啟林一下捉住老劉頭件衫。孫啟林面上湧現出一絲尷尬嘅表情。依家蔡林夫人響裏邊，我希望你可以等等啦。老劉頭一皺一皺眉，好似有啲唔滿意。自己山長水遠響中國過嚟，依家俾個咩蔡林夫人讓路。蔡林夫人係邊個？企喺邊個劉丹聽到嘅話，蔡林夫人都嚟咗啊！蔡林夫人係歐洲最有名嘅除靈師，以前呢，有人中咗呢個圖帕卡蒙嘅詛咒，就係蔡林夫人為佢哋除靈噶。除靈？老劉頭雖然都有研究過下啲西洋文化，但係對於除靈呢個名詞係第一次聽講。劉小姐啊，係嘛？你可唔可以詳細講講嗰個圖乜嘢卡蒙嘅事呢？劉丹簡單咁介紹咗下，原來呢個圖坦卡蒙係埃及新王國嘅第18代法老。1922年，有4個人首先發現咗佢嘅金字塔，但係參與發掘嘅大多數科學家都受到咗唔同程度嘅詛咒，有人係離奇死亡添。從此之後，佢嘅金字塔就變成咗考古學家嘅禁地。甚至連盜墓賊都唔敢入去。但係10幾年前，曾經有3個考古學家再次發掘佢嘅金字塔，其中2個人中咗詛咒，好彩蔡林夫人佢哋先冇事。老劉頭聽完就皺一皺眉頭。呢3位考古學家依家響邊啊？劉丹就話：呢3位考古學家就係呢次失蹤嘅嗰3位考古學家啦。就喺呢個時候，房門一聲打開咗，一個老太太從裏邊行咗出嚟，手裏邊攞住一個裝滿水嘅玻璃樽。孫啟林好急切咁問蔡林夫人：我個仔點啊？蔡林夫人擰一擰頭：好對唔住，我無能為力啊。老劉頭喺旁邊一抱拳，一面事不關己嘅樣嘅話：請問夫人啊，照你嚟睇孫少爺嘅情況點呢？蔡林夫人滿面疑惑咁望住老劉頭。呢位係一邊嘅孫啟林話：呢個就係我從中國請嚟嘅朋友，都係幫我個仔睇病嘅。蔡林夫人望一望孫啟林，呢個仔身上有一種好奇怪嘅詛咒，我無能為力啦，而且似乎有一種力量響度阻止我咁做。孫啟林眼中眼淚水都飆埋出嚟。哎呀，呢個唔爭氣嘅衰仔，有舒服日子唔過，一定要去考咩估啊？都係我害咗佢咯。孫啟林講下講下喊埋出嚟添。秦哥上去安慰佢：老孫，你唔使急住，天無絕人之路嘅。之後秦哥望望老劉頭：劉生，到你上場啦。老劉頭依家冇咩把握，但係對眼前呢位蔡林夫人嘅結論，老劉頭覺得佢就係一個3流嘅咩除靈師。依家自己要攞啲真本事出嚟，
萬一得出嘅結論同呢位蔡林夫人一樣，咁啊真係隻魚死。蔡林夫人問：呢位先生都識得徐靈咩？秦哥微笑住望一望老劉頭。秦哥話：係啊，佢同樣身懷絕技。蔡林夫人對神秘嘅中國法術都好好奇。請問我可唔可以觀摩一下呢？老劉頭拗下頭：哦，冇問題。一邊講一邊入房。中國嘅茅山術冇咩唔見得人嘅。出於好奇，所有人都響晒病房，包括兩個戴住黑超嘅男人，順便係將黑超除低添，眼都唔眨咁就睇住老劉頭一舉一動。老劉頭擘開孫啟林個仔嘅眼皮，見到個瞳孔細得可憐，一粒米咁大。啊，佢失咗魂噃。孫啟林一邊問：啊，咩係失魂啊？老劉頭一邊喺袋度揾架撐，一邊係講：哦，響中國細路仔啊，經常失魂嘅，大人好少發生嘅。我試試招下魂先。啊，將個窗口打開佢啦。秦哥上前推開病房嘅窗口，三炷香放喺前床頭點起，見到老劉頭手持桃木劍念念有詞，香嘅周圍竟然慢慢咁圍起咗螺旋狀嘅煙。室內冇對流空氣，以三縷煙圍住個香轉咗一圈之後，竟然慢慢咁飄向咗窗外。蔡林夫人都一邊暗咁佩服老劉頭，唔單止係蔡林夫人，在場所有人都將隻眼擘到大一大，呢種奇怪嘅現象仲係第一次見到。大約過咗10幾分鐘嘅時間，三炷香燒晒，老劉頭突然間擘大眼，用手大力咁拍一拍大髀，之後講咗句：啊，搵唔到啊！孫啟仁一邊好緊張問：搵唔到咩啊？劉生，我個仔仲有冇得救？老劉頭話：孫老啊，貴公子嘅魂魄我搵唔到啊！老劉頭一秒嘴都好無奈。秦哥皺晒眉咁問：劉生，唔該你講清楚啲啊！老劉頭話：天地啊有陰陽兩界嘅，貴公子嘅魂魄既唔響陰間啊，亦唔響陽間。孫啟林成身都震晒起身，兩眼不停咁望住老劉頭。咁照你意思，你都冇辦法，咁點算啊？我個仔嘅魂消失咗，咁我話都未講完，個隆一聲，兩眼一翻啊，暈低添。秦哥即刻過去扶住孫啟林。哎呀，孫老，你哋仲快啲叫醫生！佢喺旁邊嘅兩個男黑超依家先回過神，即刻跑咗房。響一邊嘅老劉頭行到蔡林夫人面前，以歐洲嘅禮儀錫一錫蔡林夫人嘅手背就話：蔡林夫人，我有啲嘢想請教你。請問你從孫少爺嘅身上睇出啲咩嘢呢？仲有，我聽講幾年前你解除咗圖帕卡蒙嘅詛咒，嗰啲人嘅症狀係點嘅呢？同孫少爺嘅症狀有啲咩唔同？蔡林夫人就話：佢哋每個人嘅身上呢都有一個邪惡嘅靈魂，而且呢啲邪惡嘅靈魂會引導佢走向死亡嘅。我警告過佢哋唔好再接觸呢啲嘢，但係佢哋就係唔聽。圖帕卡蒙嘅詛咒同孫先生上嘅詛咒好大嘅唔同。圖帕卡蒙嘅詛咒呢，並唔喺佢哋體內嘅，而孫先生身上嘅詛咒就喺佢哋身當中，所以我無能為力。老劉頭疑惑：就喺身體當中啊！佢一陣沉思，唔通係散魂咒？唔啱，散魂咒係用嚟對付死人，而且身體一旦移動就會被破咒，邪惡靈魂會引導佢哋走向死亡。呢啲係咩理論呢？響老劉頭聽講我所有嘅邪術之中，大部分邪術整死，就算係之前嘅鬧撞客，都冇聽過有引導人走向死亡嘅陣法。唔知係東西方文化差異所導致嘅理解錯誤啊，定係西方真係一種離奇古怪嘅嘢？老劉頭係正低頭喺度諗緊個中玄機，呢個時候孫啟林啊自己醒翻，我同一聲咁啊跪喺老劉頭面前：劉生啊，劉大仙人，我聽阿哥講過你嘅本事，你可唔可以救救我個仔啊？我孫啟林感激不盡啊！
老劉頭即刻上去扶住佢啦。孫老，你唔好咁樣吓，老劉我受唔起咁大禮，有嘢慢慢講下。呢個孫啟林從外表嚟睇，年齡比老劉頭大得多，而且唔論真實年齡大細，就咁一樣素不相識嘅，仲要行路都要人扶嘅老人家同自己下跪，老劉頭覺得自己失態。孫啟林一殼眼淚咁問老劉頭：我個仔到底好唔好得翻啊？老劉頭話：孫老你唔好心急住啊，等我再睇睇先。聽完蔡林夫人講嘅詛咒響孫少爺嘅體內，老劉頭乾脆將羅盤攞出嚟，行到孫啟林個仔嘅身邊。老劉頭自己又吟沉沉話：果然有問題啊！只見到羅盤嘅指針不停喺度抖動，但係幅度好細。呢個時候，兩個黑超男正好帶住兩位醫生入嚟。老劉頭見到醫生，第一時間諗到嘅就係秦哥俾佢睇嗰張 X 光片心臟上邊位置嘅腫瘤。於是老劉頭問醫生：呢位醫生，請問孫少爺體內嘅腫瘤可唔可以切除呢？醫生嘅語氣好堅決：絕對唔可以嘅。嗰個腫瘤響心臟嘅正中央，手術嘅成功幾率1%啊！聽醫生咁講，孫啟林跪咗起身：劉生啊，如果可以救得翻我個仔，我孫啟林乜都肯應承你啊！老劉頭話：孫前輩，你起身先，有事慢慢講啊！佢依家進退兩難，幫手嘅話呢件事麻煩啊，唔再講；如果唔幫，當住咁多人嘅面，亦都顯得太不近人情。老劉頭望一望秦哥：秦爺，上次你話孫少爺出事嘅地方喺邊啊？秦哥望住老劉頭，慢慢講咗個字：開羅。好啦，咁究竟之後佢哋會有咩動作或者咩計劃呢？我哋下次再講。